為呢光明頂來源咧係在於1995年咧，嗰陣時咧前廣播處長張敏賢女士主管香港電台咧，就諗起星期日上嘅一個清談，於是揾咗我同劉天賜兩個，就叫做廣東廣西。我都有聽啊。呢個廣東廣西本身就有通識嘅意思，因為我嗰陣時啱啱喺英國翻嚟冇幾耐，而劉天賜係中文大學畢業，佢亦都係演藝啊嗰啲創作好豐富嘅經驗，嗰啲許冠文、許冠傑嗰啲咁嘅喜劇嘅寫好多。我啱啱叫做半個學院派，咁咧就真係嗰個節目咧，每個星期日2個鐘啊，係上天入地乜都講。我嗰陣時就同阿劉先生講，我話我個宗旨就咁。呢個咧人性世情，呢個文史地理乜都可以攞嚟做題，但係一個宗旨就係深嘅問題往淺裏講，淺嘅問題往深裏講。嗱，咩叫深嘅問題咧？譬如話人啊嘅存在嘅意義係乜嘢咧？呢個可以深嘅。你一講可以講到呢個叫做維根斯坦啊、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啊、卡繆啊咁，但係咧你成個2個鐘頭喺度講呢啲哲學 lecture 冇用，你一定要將呢個叫 existentialism 呢個存在主義講到咧係揸的士嘅市民啊 form 3程度咧都知都識。好啦，咁啊淺嘅往深裏講係咩咧？係咪？譬如話男女婚姻，譬如婚姻。呢個好似好淺，因為人人都經歷，或者偷情，係嘛？呢啲咧就係好日常社會都見到，呢啲咧就要往心裏講、深處講。到底偷情係邊一科嘅慾望咧？係被禁止啊，係呢個叫做 forbidden 啊嘅呢一種慾望嚟講啊，點解啊係會喺人世間啊係特別係 dramatic 咧？係嘛？點解啊正經嘅婚姻不成為戲劇？必定偷情啊，先至多人睇咧。同埋點解啊？有啲人話喂呢個叫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，偷得到不如偷不到啊！嗱，呢個咧係人性嘅心理學有乜嘢？呢個你可以引呢個18世紀嘅法國小說，或者咧音樂史上邊某一段嘅音樂，或者19世紀咧某一個詩人佢嘅經歷係嘛？咁咧嚟到 build up 同埋咧支持佢講呢個話題，呢啲咪就係通識。